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有主嘅信心留愛心。今日嘅經文係哥林多前書13章第4到第8節。愛是恆久忍耐，愛是永不止息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一隻島上處境有名叫福爾、喜悅、快樂、悲哀、知識、愛等等一些人。有一日就聽到話，小島愛下潛到海底，大家都各自準備上救海，唯有愛留海下來。冇幾日，小島真嘅就愛潛晒去。有陣時候，福爾坐緊大船經過，愛就哀求話：能夠帶我救冇？但係福爾搖搖頭，因為佢嘅船上裝滿去財寶，冇愛嘅位置來。喜然坐在豪華嘅輪船上，面對愛嘅求助嘅眼光，也好無奈嘅講：而涉世嘅運線，向灌囉嗦亞嘅船呢？悲哀過來去。佢就講：唉，好悲哀，希望一責任千千。快樂好夾嘅也一個愛嘅身邊，但係因為太快樂夠謙虛，冇聽到愛嘅哀求。有陣時候有隻聲音都向愛呼喚，讓愛帶你走吧。愛太高興了，竟然忘記門家嘅名係乜嘅。後來知識就講俾愛話，佢就係時間，因為只有時間才能夠理解愛有幾偉大。我哋一齊嚟默想，時間能夠理解愛，時間也能夠考驗愛。基督徒愛主愛神嘅愛，能唔能夠經得起時間嘅考驗呢？你見那愛主嘅心有幾多呢？我哋一齊嚟禱告，慈愛嘅天父，感謝你永不止息嘅愛，從亙古到今時，一切不離不棄嘅愛見我哋。讓我哋曉得，無論乜嘅時候、乜嘅地方，你都在我哋身邊看顧我哋，幫助我哋。求我嘅愛澆灌我哋，使我哋能夠以我嘅愛去愛別人，能夠凡事包容，凡事忍耐，唔求自家嘅益處，發出基督馨香嘅生命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